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，日本战败，无条件投降，台湾煞变做国民党拍输走赢的小川地。这个外来政权为了巩固威权统治，就甲政治的特权甲经济的偏头和地方派系相交换，透过中央会、体育会、妇女会等等的名目来运作，为基层到中央的这派派系势力，哪怕了天罗地网迄一般。伫选举的时阵，透过一站过一站的动员，甲条仔卡的走总，候选人买票的钱就送到选民的手里，人人有钱赚。人讲选举无师傅，用钱买就有，敢开敢业免担忧，选票才来出骹手。地方派系到底有啥物本事化水的天堂？因甲威权统治的政权安怎挂钩？条仔卡安怎买票？安怎才绑会安？伫现代的台湾，条仔卡敢也有法度甲选举相圆捏扁？现代人敢会为着钱、为着人情出卖自主权？到底地方派系甲买票伫咱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扮演啥物角色？现代王金修教授为你说分明。